咱今仔日的儿童信息吼，敢会记是顶各位讲咱今仔日的儿童信息要讲啥物话？谭维义，啊嘛足实嘞。本来谭维义医师宣教师，伊伫拜一有来到伫温哥华，伫顶礼拜伊有来到伫温哥华，总是伊的囝婿，伊的囝婿伫拜六过身，所以伊全是伫顶礼拜拜六过身，所以伊的告别式是伫明仔载，所以伊全伫拜四，然后就全搬转去美国，所以伊本来伫昨拜六，甲今仔日伫咱教会拜日，本来有伫两个教会中间拢有活动，全拢总取消，所以真抱歉谭医师无法度来到伫咱的中间。总是伫拜二顶礼拜拜二因为知影伊连日要转去，所以伫顶礼拜拜二咱教会有几个兄弟甲长老全做伙去到 Abbotsford 伊住的所在，伊住伫一个护士Carol， 毋是咱教会即个 Carol， 是迄个另外一个 Carol， 一个护士 Carol， 去到伫伊遐，所以咱教会有几个8个吧人个全做伙去到伫遐，有甲伊讲着话，真无彩，因为我第一摆看到这等下互咱的小朋友来讲，咱通过小朋友因所知影的，即个谭医师伊到底有啥物款的作为？伫我的讲道的尾嘛有小可讲到谭医师要你自己按吗？还是我帮你按？这个是，这是谁的？谁要讲？这个 PowerPoint 就是囡仔做的毋是我做的。所以因家己做一页的做的人家己讲安尼好歹咱拢家己鼓励来，这个是谁做的？好，来你们讲，介绍一下，你看到什么？第一个是谭维义，然后他旁边来用麦克风这样。第一个是谭维义，然后之后第二个是他的老婆莎莉，他的太太叫莎莉，叫莎莉。下一张。为什么谭维义要当医生？有对服务人的医生想法。他本来要去哪里？他本来决定打听看到非洲的行医，结果呢，就是有一个牧师叫做叶德华寄了他一封信，是他转移台湾，转移台湾。他本来是要去非洲，伊伫美国已经真做主治医师，在美国成为主治医师。然后他本来要到非洲去，结果伊转有一个他在打拼然后有一个叶德华牧师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这个叶德华牧师是谁？是一个牧师，传道士。是一个牧师，一个协同会的牧师转社会互伊家讲伊有台湾搁较有需要安尼，结果转安尼来到台湾，然后。这个字太小了。对，是有点太小，但一页真的是塞不下去，所以谭维义他在台湾做了什么呢？就是他在1969年创立台东基督教医院，然后之后他又发现了一个火星筛疗法。火星筛疗法就是他用火星筛的电，然后去让他自己的毒液细胞自己那叫什么？自己变好就对了。就是治疗。对，自己治疗的。然后在1972年被诊断出，谭维义是被诊断出感染肺结核，然后之后又在1993年
获得医疗奉献奖。之后，在1994年正式放下院长职务，然后在台湾退休，是第一位获得紫色我不知道那种大寿锦星勋章的外国人。2002年，齐生平被写入国小4年级的课程中，现在台湾的课程4年级的课程中还有在被上到。然后2009年获得第5届台湾贡献奖得主，然后之后在2011年，他们夫妇俩获得中华民国外侨永久居留证。对，这我在维基百科查到的资料。本来是期待说那个谭医师今天会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在这个儿童讯息的当中，因为他们有做功课，所以就能够去跟谭医师问问题，真的去问问题。但是很不巧，谭医师没有办法来到这里。但是咱的小朋友谢谢，因为从现在开始，儿童信息不是讲故事给儿童而已，儿童信息是儿童可以起来讲信息。我想这是一个观念的不一样所以那个下一次这次的比较大的，然后下一次阿比或者是伊恩、阿文也都有机会，我们一起来讲这个儿童信息，好不好？这个谭维义医师，他到今年已经90岁了，已经90岁了，可是身体还很好，然后有一些东西可能就留到之后的那个讲道里面，我还有一些相片那些相片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一起到阿伯斯伯找他的时候拍的。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谢谢你们。